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咯，也毋过伫社会上有袂少妈妈哦，嘛是搁拄着真侪困难，有袂少烦恼，咱做伙来了解。其实那个囡仔爆料咧，李小姐就24岁正少年，已经是4个囡仔妈妈，伊承认生活压力袂小。就是学校我得肠病毒，所以直接休了7天假。早上的时候原本想要休息嘛，也没办法休息，变成我要顾小孩，然后晚上还要上大夜。未成年都有心，李小姐正茫然，因为政府协助无够，会唔知要如何是好，拄着困境的家长也有因。我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带2个小孩，因为我们就是在台湾就语言都不通，然后听也不懂，一样我就是一样，刚才也是有些话我听也不太懂。有非常高比例的障碍学生在学校遭受到老师的不当管教跟同侪霸凌，许多父母他们最常见的策略就是把孩子转学。作为特教生的妈妈，协助囡仔适应环境，爱用更较侪精气神。虽然政府签署相关国际公约，不过差异依然无被接受。有需要我们再来做进一步协助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各部会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源。劳动部就表示，社会的相关的支持拢有在协助，那有任何需求，拢会进一步讨论。不过，这阵妈妈拄到的难题，拢无一定共款，好亲像唔是一个机关能解决，都要靠跨部会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